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9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上海、越南、辽国拢有通报一站对台湾入境的旅客验到武汉肺炎。台南的六甲区今日发生4摆地震，有专家表示讲，无排除会有大地震发生。专门走日本线的利必加旅行社宣布10月要收起来，另外成品册店宣布后半年又搁要收3间起来。讲到对台湾去到别国说谎验出武汉肺炎的案例，到今已经有8人，而且全部都是找无感染源的。另外，伫咧昨越南甲上海也拢有通报一例，在今仔日辽国也透过国际卫生单位通知台湾，讲入境的时阵要验到一例。台湾接到辽国官方通过国际卫生条例国家对口单位的通知，讲辽国测到一个对台湾入境的武汉肺炎确诊个案，伊是辽国一个30多岁的男性，伫咧今年2月15来台湾，伫咧北部读册，8月7日伫咧台湾自费采检，结果是阴性。在伊出境了后去韩国等待转机，12入境辽国，而且进行采检，结果13个检验结果是阳性。详细的情况我们要在厘清中。那在国内，等他出境的时候自费采检是阴性，那到辽国之后，他的一个采检是阳性。除了这个辽国籍的学生，18外国媒体嘛报道，越南是增加一个对台湾来的武汉肺炎境外移入的确诊个案，是一个40多岁男性移工。伊伫台湾的期间是伫北部做工课，8月7日对台湾坐飞机登去越南，机场采检是阴性，入境越南了后集中检疫，当地检疫住所是3人一间，而且做伙食饭，甲个案带做伙另外2个人，分别是对美国甲日本回国的外籍人士，2个人拢伫咧8月12日出现无爽快的镜头，而且受连续确诊。若是上海通报的个案，目前还未得到中国的回应。到上海来通报。这位在那边被确诊，那台湾的同住的家人，我们现在开始，对他们相关的一些家人来做一些疫调。那另外一位是，在越南，那因为是3人同住一间，那3人同一间，另外2位在8月12号出现症状，那他自己是在8月15号出现症状。对台湾出境伫咧国外测到阳性的个案，到达已经累积，到达目前总共有8例，包括6月份登去日本的查某大学生确诊，7月份登去泰国的移工确诊，8月份出现日本籍的工程师等等。针对这个代志，指挥中心专家组分小组调集人张尚顺怀疑讲，这个案例敢是真正阳性？有几个我们确实是高度怀疑这个检测到底怎么去判读了哈。包括日籍女学生，那也跟大家报告过了嘛。那因为她的PCR 核酸检测 CT 值是非常高的，然后后来抗体又是阴性哈，所以这个在专家小组里面还是高度怀疑那个是不是伪阳性的一个状况了哈。但是中表示，虽然最近常常看到其他国家通报对台湾入境的旅客验出阳性的案例，不过这挂个案SARS-CoV-2的人拢无去防卫到，不离个国内社区一定有无症状的感染者。台湾人平常时防护也是爱做好。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指挥中心甲教育部伫今仔下晡宣布讲，对今仔开始开放高中以下无限任何国家的外国学生会当来到台湾读册，其中也包含着中国、香港、澳门的学生。那讲到大学生的部分，教育部也表示讲，各部会已经有共识啊，会伫休热期间互因分配入境。好久以前，那么总统也很关心这个事啊，也是很特别指示，一定要让这些人能够来得及回来上学啊。真侪囡仔佮调伫咧国外，爸爸妈妈真着急。下晡就伫咧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记者会，一关数门卡口，希望第一时间知影最新的消息。我的小孩什么时候回来？就这么简单而已。指挥官陈时中伫咧记者会宣布，从即马开始开放高中以下学校向教育部来申请，互每一个国家地区境外学生入境，其中嘛包括中国、香港、澳门籍身份的学生。高级中学以下的学生，在我们这边的旧生跟新生都可以来入境。那人数大概是2532吧，居家检疫要完成的时候，我们会全部做 PCR 的检验。陈时中表示，相关 PCR 核酸检验的费用呢由政府来负担。若是教育部统计，2000外高中以下境外学生当中，中国籍的学生有206个，若是中国籍的大专生，目前敢若开放本届的毕业生。当然，还有一些高中以上这些大龄的还是没有办法回来。当然，我希望说政府能够加紧脚步啊。因为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它的那一个开学
就是要比较早。那另外的就是还是等接下来的跨部会的一个协调会议的一个情况。教育部表示，照英国航班状况甲签证许可的速度，预计未来逐工超过50个至100个境外学生入境。入境学生必须伫指挥中心提供的检疫所，也是防疫旅馆，或者是经过卫健单位检疫通过检疫场所，完成14天的居家检疫。记者综合报道。有一间伫咧走日本线的利别家旅行社受到疫情影响，因已经甲员工讲，对10月开始公司就会收起来。观光局收到这个消息了后，也随派人去了解。业者表示讲，虽然观光局有提早开放纾困3点控的申请，不过业者也是有关爱负荷员工6成薪水。若准继续要实行边境管制，会有愈来愈多间旅行社志在未掉。民社大肆再见消息，礼拜家旅行社向支持者感谢11年来的支持，因为疫情10月起暂停营业，观光局正式收到申请停业，再去派员去了解。总公司甲分公司大约是60位员工，拢已经开始依法行资遣的程序。都照规定来跟劳动主管机关来做一个报备还有就是会有给员工一个谋职假都有照规定在办理。礼拜家旅行社专营日本深度旅游，过去定来制定企业奖励员工的高端团费无收，也做过真有名声。礼拜家旅行社对疫情开始拢无减薪，也无裁员，不过看到疫情也无紧绷，决定申请停业指挥。李丽小工业集团的嘉利利旅行社是计划新裁员100多人。观光局统计，今年1月到7月，全台已经有17间旅行社申请停业，26间解散，大约3000多人被减班，1900多人被资遣。那如果他的员工人数不是特别多，就会想办法撑到年底。如果他的员工是属于这个100人以上，一个月的基本款消费用就已经是1000万、2000万。业者分析，虽然观光局提前开放纾困3.0申请，不过业者无收入，每个月也要付员工6成薪水。未来一定要中大型业者挡袂牢，希望政府除了纾困以外，赶紧规划出旅游泡泡国家，让业者用个规划准备。记者综合报道。真侪人爱去行大的成品册店，顶半年关6间分店了后，伫今仔日宣布讲后半年又搁要再关3间。成品册店也表示讲，疫情后情势总改变，也趁机会调整公司。平常时下晡，有袂少经过台北车头的民众，拢会行去 M 区坐稳地下街的成品册店看册吹冷气。不过，这间成品分店伫8月底就要收大咯。就有时候补习的时候比较早到，然后就会先过来这里逛逛。大概国中的时候就有了，对，已经大概可能有10年了。成品伫官方网站公告，下半年会阁关3间分店。台北车头 M 区坐稳册店，因为空间上小，敢若有69平，所以甲合并去 K 区的暂停店。也若伫东湖哈拉永春1楼的册店，按算营业到10月底。另外，伫桃园的中立搜狗店，8月23就会休困。10月要关了，我怎么都不知道。他有宣布吗？其实来这边看书有一部分动力也是他旁边的餐厅啊，但是如果没有这个书店的话，也不会想来。回头看顶半年，成品伫全台湾已经关6间分店，包括敦南店、麒麟店、台南安平、甲台东店等等。成品表示，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所以顺这个势调整经营的方式。除了敦南店以外，剩的拢是规模较小，伫旧社区或者是百货公司内底的店面。你把比较不良的店关掉，然后再找一些租金比较低的，或者是地点比较好的，这样来做，这个才是能够永续经营。因为疫情，然后去找房子的话，那个租金大概可以降几成？以目前来讲，现在外面至少都是降2成到4成。根据成品生活去年的财报，整体营收是53亿外，也是有比前一年较成长。当初定目标是要持续伫海内外扩展文化观光品牌甲文创通路。不过，即马册店一间一间收起来，陪伴民众活脱的基地，嘛敢若会当留伫咧过去。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今日出席民进党的中常会，针对着高雄市长补选的结果，表示这是高雄甲台湾人的胜利。民进党会尽全力协助陈其迈。另外，中国解放军最近是一直咧进行军演，甚至中国勇士也讲有可能伫台湾的天顶做演习。总统蔡英文也表示讲，这拢是无意义的代志。
最近美军甲共军伫咧台海4颗位啊一直有动作，嘛，互两岸的情势真紧张。中共解放军顶日咧宣布，伫咧台海南北两边实施大规模的军演。中国勇士阁警告，伫咧台湾岛顶悬的演习嘛，毋是无可能，恐吓的意思真重。蔡总统是回讲这无意义。我们对整体的军事的情势哦，都有严密的监控，也有全程的掌控哦。所以我们有信心会保护国家的安全哦，请我们的民众放心。但是对于破坏这个区域的和平稳定的任何行为，我们也相信，就是说国际社会是不会接受。蔡总统认为中国起步卡的行为，相信国际社会嘛未接受。另外，针对台湾甲索马利兰互设代表处，外交部的小编伫咧人面册写讲，这个牌仔就写台湾无记出来的字嘛，引起争议。虽然外交部强调讲尊重小编的创意，啊，不过蔡总统回应讲，中华民国绝对不是记出来的字。那我在这里要郑重的说哦，中华民国绝对不会是罪字哦。那我们在做种种的外交，或者是做很多的国际的活动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华民国台湾带到国际上去。另外，高雄市长补选，但期迈胜选，下礼拜一特别就任，嘛是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蔡文就表示，这届高雄的选举是高雄人的胜利，嘛是台湾人的胜利。民进党会拼全力来协助，即马传出讲，但期迈有意思要来找交通部处长吴国在来做高雄市的副市长，敢是要向中央来招人？蔡总统是表示，无听人咧讲，嘛悄悄回讲，这是苏议长爱烦恼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前总统李登辉伫顶个月30岁，副总统赖清德伫下晡也召开治丧台湾会议。会议当中决议讲，李登辉的追思告别礼拜会伫9月19点真理大学的大礼拜堂举行。总统蔡英文当天也会出席颁发保养令甲砍国旗。安葬的地点也确定是五指山军人公墓的特分区。10月7日也会举行奉安仪式。前总统李登辉过身，则是完成纪念配花仪式。总统府19下晡召开治丧会议，由副总统赖清德主持，加上还有包括前副总统连战等等32个代表来进行讨论。会中确定尊重李登辉的宗教信仰，会伫咧9月19举办告别礼拜，地点建伫咧真理大学的大礼拜堂，嘛真挂记李登辉的报校淡江中学。在9月19号的当天，蔡总统将亲自出席追思告别礼拜，颁发保养令，并且进行覆盖国旗的仪式。在追思告别礼拜之后，麒麟仪式发省炮21响，并绕行李前总统的母校淡江中学，进行最后的巡礼。根据了解，原本告别礼拜只要经伫甲李登辉关系真深的淡江中学的礼堂，啊，毋过因为场地受到限制，所以决定要刷去真理大学。但是伫咧淡江中学冒设追思会场，做伙直播来提供民众悼念。另外，李登辉入土地点嘛确定，就是五指山军人公墓特分区10月7日举办奉安仪式，东港全国会降半旗。按照基督教礼拜的程序，比照国葬规格办理。10月7号当天，全国公务机关下半旗一天。奉安告别礼时，鸣藏香，以示对李前总统的尊崇。台湾社等等的本土社团19嘛举办记者会，呼吁政府完成李前总统的心愿，筹建李登辉总统图书馆，保存李前总统任内施政相关文物，还有私人收藏的册。总统府嘛表示，后续会继续甲家属来沟通，这个做进一步的推动。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政府伫今年正月，甲一件涉嫌2亿的捷运连开案移送警方处，甚至有风声讲，迄时阵的副市长，也就是现任的监委陈景俊，也互移送法办。陈景俊表示，当时伊只是职务代理人，若阵郭文德有甚物款的疑虑，应该来问伊，毋是拼出来做政治把戏。郭文德也讲，这是民进党内底的小达，甲我无关系。出来，我真的吓一跳。我就是莫名其妙又被打了一记，真的是的。听讲家己去互台北市长郭文德移送警方处，8月份接做监察委员的陈景俊是感觉莫名其妙，还佫真不满讲是安怎无先甲问过。半年前吧，郑峰室友真的这个是问我这个事情，柯市长应该最了解的，而且这个也不是我督导业务的，他为什么会没有问过我，就把这个东西丢出去呢？我觉得这个太不厚道了，说实在的。这件代志是因为台北捷运信义安和站联合开发案，伫咧市长霍良斌的时代，有成品好建商爱负责开拓4颗位仔的车路。不过郭文德上任了后，2016年解除建商开路的义务，
2019年11月份，互市议员质疑讲是要互建商有利头通创。2020年1月份，高文地甲专案以背信罪移送政风处调查，传出迄当阵的副市长陈景俊嘛伫咧移送的名单内底。陈景俊法院王讲，伊迄当阵只是职务代理人，质疑去互政治操作。那若高文地讲是民进党咧内斗。陈淑培市政总咨询要求我们移送他，这他们自己民进党里面。好了。我相信可能有一些的政治操作，不过这个政治操作绝对不会是台北市政府，因为这个消息不是我们放的。1月份以上的内部案件，煞伫7个月了后爆出来。这个时间点，拄好是民众党伫高雄市长补选失败了后，这个背后敢是有政治的动作，而且互外界推测讲，高文地是要透过这点来乌龙世道，甲批评的目标指向蔡政府。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台南伫今仔日透早8点33分加41分，都发生规模4以上的地震。早起11点13分，佫发生规模4.7的地震，拢伫咧台南的六甲区。到下晡4点为止，已经有4摆地震啊。有专家表示讲，无排除伫最近会有佫较大的地震发生，就请民众要爱特别注意。画面熊熊一直咧显，边仔人随甲手头的工课放咧。台南市19连续发生几下的地震，早起8点33甲41，小连续发生4点5甲4点2的地震，而且11点13分，佫发生规模4.7的地震。这几个发生地震的所在，拢伫咧六甲区。地震无啦，错一个尔就停。其中有上大的是第3届的地震，互部分地区的台电变压器故障，造成停电，台电赶紧派人去修理。也若气象局表示，这个区域伫咧3点钟以来，连续发生规模4以上的地震，这不是清在有的情形。这个地震的方圆15公里来看，我们从1990年的资料到现在，大概将近30年的资料。那平均起来，大概每年就是一个规模4以上的地震。那今天发生了3个。学者指出，这个区域挖近6家的断层，下底有地震带等等。虽然地震发生的频率真悬，不过规模爱6以上的并无多。我们刚才讲六个断层来讲，其实很浅，啊，所以其实它底下还有一个断层带，上面这个山在压缩挤压的时候，它沿着这个面在跑，所以它底下会有一个这个滑脱面在那边，啊，这个滑脱面经常会有地震，平均大概在规模3、4、5这附近这样。到下晡4点为止，台南6甲已经发生4届的地震。气象局预估，未来这几天可能还佫会发生规模4以上的地震。除了爱密切观测以外，嘛提醒民众爱注意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南投因无粪扫焚化厂，逐工所生产的粪扫，敢若会当车去别个县市处理，或者是放伫县内的粪扫大坑场。虽然中央政府有补助南投5年6亿的经费要处理粪扫，不过钱是有啊，这个粪扫要车去对恐怕是无遐尼简单。这座草屯粪扫山就伫个要入去南投县的头前，粪扫量有5万外吨，比国都6号也较悬。即阵中央已经审核通过，要补助南投县政府5亿外移除经费，佮加上环境的绿美化，总计是6亿。钱有啊，不过南投县政府也是真烦恼，这粪扫要摕去倒位咧？要将近有110吨到120吨的一个去化的能量，才能够在如期的在2年半以后，把那个草屯的堆置垃圾给完全清除掉。南投县每天生产250吨的粪扫，其中外运到其他县市去烧只有70吨。若是2年半内底要移除草屯粪扫安排场原本的粪扫，加上每天继续入来粪扫量，若是无中央部会协助，地方政府实在是无在调解决。这个是中央要协助我们，不然变成说，现在有了经费，其实如果说这个去化地点没有办法去调度好的话，其实将来也是执行上也是很困难的。南投县即阵有南投、草屯、德山、民间、中寮、甲鱼池这6座粪扫卫生安排场，粪扫囤了有10万吨，其中草屯占一半。即阵为着民国111年要完工的鸟喙潭人工湖，计划要甲草屯粪扫安排场的粪扫甲刷走。不过南投的粪扫问题也是无法度来解决。也就是移除之后要到哪里去烧？那现在呢，环保署已经协调4个县市，然后包含6都，就是要来加速这个移除。
行政院中办执行长蔡培慧指出，要解决南投粪扫问题，除了现阶段必须进行粪扫刷出来，还有源头的减量、分化厂的兴建，以及应用国外燃料帮这先进技术，拢是思考方向。希望经由中央甲地方合作，斗阵解决南投县长期以来的粪扫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头起先咱来关心全世界疫情。全世界到今的确诊人数已经超过2210万人，死亡人数也超过78万人。其中无症状的感染者是愈来愈多。另外，伫南韩的爱心第一教会，伫这批疫情当中，拢总有623人确诊。当地政府也禁止民众聚会，以及着娱乐场所拢爱关起来。新冠病毒疫情在国际拖甲愈来愈严重。WHO 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确诊患者有超过2200多万人，有78万多人死亡。感染病毒的少年族群比例一直增加，和生活伫人口较济、医疗资源较无够的所在，会老大人甲病人感染几率增加。The epidemic is changing. People in their 20s, 30s, and 40s are increasingly driving its spread. Many are unaware they're infected with very mild symptoms or none at all. This can result in them unknowingly passing on the virus to others. 南韩18全国确诊297个人，连续6天病人拢增加超过100人，累计超过1000人。 이 가운데 사랑제일교회 관련 확진자가 140여 명으로 과반을 차지하고 있으며 이외에도 이와 연관된 교회와 직장 등 수도권과 다른 지역 여러 곳에서 감염이 확산되고 있습니다. 受到爱心第一教会群组感染623个人影响，首都首尔的病毒拖真紧，嘛开始出现唔是首都圈地区的传染。和南韩政府下令关掉首尔甲附近地区的博物馆、夜店、卡拉 OK 甲酒吧，而且禁止室外100人、室内50个人以上的聚会。 同款伫东北亚的日本各地嘛一直爆出群组感染，台湾最近病院有40个人确诊，内容天理大学橄榄球社团累计53个人感染。日本传染病学会表示，日本国内当咧迎接第2波的疫情。医术分析，当前病人有增加的状况，和全球死亡人数伫18创下16个人的纪录，是解禁了后的新高。美国国际传染病学会主席坦比亚表示，有真侪证据显示，新冠病毒出现变异，这无一定是歹代志，因为大部分 病毒变异了后，都是数常会降低真济。新病毒虽然传染性较强，却较袂致命，嘛对于伫要研发成功的疫苗冲击无介大。记者台上整理报道。 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10月进行第2天的活动，当天正式提名拜登代表民主党去拼后一任的总统。民主党也有2位前总统，也就是卡特甲克林，因还有一寡党内大条，拢做伙伫时信大会挺拜登选总统。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10月暗时50个州的党代表以时信的方式来表决，正式提名乔拜登代表民主党竞选总统。 Well, thank you very, very much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Thank you all. 拜登甲因太太做伙甲大家致意，而且讲第20暗时会发表被提名的演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第2天议程的主题是领导力至关重要。2个前民主党籍的总统卡特甲克林顿拢有出席，而且由克林顿先大话头讲5分钟的演说。伊讲，若阁互川普做4年，伊敢若会晓共批评、霸凌，阁看轻别人尔。 Donald Trump says we're leading the world. Well, we are the only major industrial economy to have its unemployment rate tripled. At a time like this, the Oval Office should be a command center. Instead, it's a storm center. 将国务卿凯尔甲小布希总统任内国务卿鲍尔，嘛拢来甲拜登応援。共和党的鲍尔6月就公开甲川普阵营划清界线，伊讲川普是一个骗子。前俄亥俄州州长凯西克甲前参议长麦肯的太太辛蒂麦肯等等共和党的人士，嘛小连续公开表示，这场大选因要挺民主党的候选人。I learned growing up in the South Bronx and serving in uniform were the same values that Joe Biden's parents instilled in him. In Scranton, Pennsylvania. I support Joe Biden for the presidency of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those values still define him, and we need to restore those values to the White House. 今年77岁的拜登，伫咧1988年甲2008年了后，这是第3届出来选总统，嘛是第1届摕到提名的资格。
拜登第二任的家后吉尔透过视讯伫咧德拉瓦州，伊捌伫90年代驾册教室内底，讲拜登英年伫咧某囝车祸过往了后，是安怎用行动重新建立一个家庭。未来伊一定会当甲即个有必顺的国家搁团结起来。川普18是去亚利桑那州听边界起围墙的进展，而且佫讲起围墙的钱要由墨西哥来纳。伊讲拜登的移民政策会引发真大量的非法移民入来美国。伫去互记者问到有关美中贸易谈判暂时冻点的问题的时阵，伊嘛佫讲到拜登。共和党全大会会伫咧24到27举行，川普按算27会伫咧白宫南边的草埔发表提名演说。虽然这可能会引起党政分歧的争议，不过川普根本就无咧甲信道，伊就是坚持要安尼做。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白俄罗斯的总统大选风波有关不断，当地有关在进行大规模的抗争。流亡到立陶宛的反对派领袖强调讲，这个大选有问题，涉嫌诈欺，还有欧洲各国唔通承认总统卢卡申科的正当性。卢卡申科颠倒是指控反对派的领袖想要做政变，当时伊也在西方安排军队准备要休战。白俄罗斯总统大选了后，发生大规模的示威潮，抗争的活动继续伫咧进行。总统卢卡申科面对执政26年以来上大的危机，伊指控反对派想要发动政变来抢权，而且嘛指控北约国家集合军队来逼伊当选，所以已经伫咧西方边界部署兵力来应应，军队进入备战状态。Во-первых, создали в стране некий оппозиционный штаб для передачи власти. Расцениваем однозначно. Это попытка захвата власти со всеми вытекающим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ми. 白俄罗斯初九举办大选了后，中选会宣布执政26年的卢卡申科以80.01%派关掉票率，赢过掉票率敢若10%反对派候选人蒂哈诺斯卡亚，全引起选举作弊质疑。反对派支持者上街路抗议，甲军警来发生冲突，几啊千人去轰掠，上无有2个人死亡。无人倒去立陶宛的蒂哈诺斯卡亚19呼吁后面唔通承认诈欺的选举结果，卢卡申科失去总统的正当性，家己是已经启动全国协调委员会来确保政权会当和平转移。Honorable leaders of Europe, I call on you to support the awakening of Belarus. I call on all countries to respect the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I call to respect the sovereignty of Belarus and the choice of Belarusian people. It doesn't seem like it's too much democracy there in Belarus, but we are speaking to lots of people, and we'll be speaking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to Russia, and we'll be speaking to other people that are involved. 卢卡申科顶日时表示，俄罗斯总统普廷已经同意，若是讲有需要，会当提供白俄罗斯军事的协助。美国总统川普18嘛表示，伊会伫咧适当的时机，甲俄罗斯来讨论白俄罗斯的问题。伊嘛认为讲，伫咧白俄罗斯的抗议，大部分拢若像是和平的进行。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咱国内消息。中华关卫生局日前主动采检一位对美国回来，不过伊是无症状的台湾少年人，所验到武汉肺炎。不过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下令政府单位就要介入调查，所引起争议。陈时中伫今仔日也表示讲，启动政府调查是要让事实更加清楚。廉政署长也表示讲，调查并不是要追究责任，更加不是要调查中华关卫生局敢有违信。中华关卫生局在8月主动采检一个对美国返来台湾无症状的咱国籍少年验出武汉肺炎阳性确诊。有立委19讲，中华卫生局早在4月就开始进行精准检查，超前计划和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启动政府调查，要调查采检过程是不是违反中央订定的疫情调查相关规范。陈时中强调，无一定要处分，是要掌握整体调查的真实性甲有效性。因为我们自己这样做一个内部调查，引发这种吃案的可能性。好，我们为了要让整体的一个状况是透明清楚，所以我们用我们的第三方的一个政风的单位，第三方相对的一个公正的情况下，希望能够把事实先理清。程序这个是有一个 SOP 嘛，哈，就像那个有一个社区监测通报的裁剪以及
个案的处理流程。我想这是中央疫情中心它公布的一个程序嘛，哈。我们在法制上，在一个程序上，我们想会协助再检视是不是合乎这个规定。廉政署长讲，唔是要追究责任，也无下令调查。中华卫生局长也监票是毋是违失，只是在检视地方机关是毋是落实采检程序。而调查报告受交由卫福部来判定，也监票对此也做出回应。所以整个过程都没有，都在卫生局掌握当中，请大家放心。这个跟部长报告嘛，这个是正常的标准作业程序。中华基层医生呼吁中央要体谅基层医疗人员的辛劳，不应该让医界承受来自政府单位压迫。中华县医师工会前理事长蔡明忠也向陈市长发出公开批，呼吁防疫应该是团结，而不是对立。特殊针对普筛的工作去做的不是，这是在地方主管机关他的权限上他去做的工作，是中央跟地方共同来面对这一个个案，而不是说你这个个案怎么来。不符合我的程序。过来多位公会学者是认为，所谓的政府是指在政治上有贪污、不法案件，也是有收红包，而地方政府超前部署，徛在第一线来防范。吸取中央调查，反倒等会互民众对防疫失去信心。记者综合报道。台大公卫学院就今仔呼吁政府就爱替纽西兰做建本，讲纽西兰因是100多天无本土病例，所向向逼出社区感染，台湾就爱警戒。调学者认为，讲爱做精准体检，甲无症状的或者是症头较轻的感染者找到出来，才袂伫咧天气变寒了后，病毒又搁摊翻头。气象认为，防疫做了袂歹的纽西兰，102天无本土病例，就伫咧顶礼拜上大的城市奥克兰逼出群组感染，进入紧急状态。台大公卫学院表示，这显示新冠肺炎无症状或者是轻症的患者，伫社区内底真有可能随时引发疫情。台湾应该爱做精准体检，针对高风险境外移入的人做体检，配基因序列检测，找出潜在感染源。有3个很重要的部分，一个就是我们的核酸检测以及抗体检测。那有必要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再加入我们所谓的更细部的所谓的基因的这样系列检测来探知感染源。也那医界的基站最近嘛传出反弹的声音，认为真侪门诊的患者有发烧，也有呼吸道的症状。不过医师手头并无快速体检的工具，会当随体检出敢有新冠肺炎。针对敢是要普遍体检，有胸坎科的医师做出建议，其实普遍体检的费用一直是争议的焦点。若是会当集中检体，免体检遐尼济解，成本就会当大幅度来降低。普筛大家要有个观念哈。你如果说一天只做10个病人，他的 PCR 检体一定会很贵，因为上机一次可能它变成说很多机器的空格是空下来的。但今天如果像大陆、像美国一次是几千个、几万个这样上机的话，它的成本会下降，所以从来没有快筛这个部分很花钱的一个概念。健康科的医师嘛提醒民众，对抗新冠病毒，伫咧还未有疫苗进前，除了日常的防疫，维持家己呼吸道的健康嘛是真重要。除了避免食薰，踮伫咧空气污染的环境以外，环境保持较打扫，嘛会当压制病毒生炭。记者综合报道。每年的基本工资有气象挂，就头家出声表示不满。总统蔡英文伫今日透早出席33会的例会，特别向企业界表达感谢，希望大家伫疫情过后做伙拍拼。33会理事长柯胜雄也表示讲，基本工资气象挂企业界是会当接受，不过第4季经济无乐观，政府就要规划继续做纾困补助准备。明年基本工资会起到月薪24000，甲1点钟的薪水是160，这嘛是蔡政府上任以来第5届调整基本工资。总统蔡英文早起伫33例会的时阵，嘛特别感谢企业界的配合，伫咧劳资双方互相体谅的原则之下，共同完成挑战。考量疫情后的整体的情势，在劳资双方能够相互体谅、支持的原则下，微幅的调涨了基本工资。希望大家一起携手度过眼前的挑战。对此呢，我也要向在座的各位表达谢意。蔡总统表示，受到疫情的冲击，全球经济拢拄着挑战，政府会拍拼强化产业的布局，嘛会发展6大核心战略的产业。这个调整基本工资，传出资方无啥满意，认为政府敢若停劳工，无照顾企业。33会理事长柯胜雄表示，调整的幅度会当接受，不过第4季景气无啥乐观，建议政府要继续做纾困。那政府要不要纾困4.0？我想是政府应该开始做准备哈，因为事实上它会是一个比较寒冬的时段，
大概会继续去延续吧。但是既然是定了，也为了不避免劳资的争议扩大，所以我们也就是勉强可以同意，也希望政府能够提出的配套措施。针对工商界有人希望讲，搁发5000块的进行权，柯胜雄认为讲，这是政府爱考虑的代志，确实爱有准备。市府董事表示，这个进行3倍券对刺激消费来讲，效果是真大，嘛引起其他国家的参考。对企业来讲，当然会希望政府搁发一批来刺激经济，帮助企业。记者综合报道。经济部目前也正式预告，讲对9月初3开始，会禁止台湾厂商去代理或者是经销中国的影音平台。其中，台湾目前有影音代理商有代理中国的平台爱奇艺。那准日后继续提供服务，可能会和 NCC 改发，相关会当罚到500万。韩国是中国戏，还有正版出的电影，看影片真厉害。能替爱奇艺伫咧台湾有超过300万的会员，毋过9月初3以后，可能要面对防取消的命运。经济部正式预告，伫咧台湾地区做商业行为禁止4项的项目表，甲代理也是经销中国 OTT， 还有相关商业服务，来入去禁止的范围。14天的预告期满了后，9月初3正式开始。爱奇艺透过代理商 OTT 娱乐伫咧台湾营运，依法认定算是违法的行为。我们那个大陆投资正面表列，并没有开放 OTT TV 来台湾落地经营。我们现在是禁止台湾的营业人，所谓的代理商，帮大陆的 OTT TV 在台落地经营。台湾代理商 OTT 娱乐发声明告回应，强调讲也算是伫咧草案预告的阶段，还未实施，无哈多评论。伫咧草案预告期以来，也是会照定数来表达意见。毋过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表示，经济部公告14天了后，得发函予代理商 OTT 娱乐，若是查证代理行为是事实，得以台湾地区甲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86条第4项的规定来处理。先韩文他们知道嘛，然后我会去做检查嘛，然后假使那个的话，就是要请他们陈述意见啊。那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那个86条这样子来查处啊，就是5至500万啊。毋过学者认为讲，经济部明文禁止代理经销中国 OTT 的服务，敢若针对台湾的代理商，而且也是会当透过非中国地区伫咧海外找代理商，而且来说输服器设一年来台湾，若是安尼，台湾的法规也是无通管。那我的代理业者，我如果就是在海外，我就是一个网络公司啊。对。那台湾的这个经济部就罚不到海外的公司。学者表示，若是未来爱奇艺这寡中国影音平台互取消，该换做海外的模式，消费者继续消费，就会变做下境的交易。国内无代理商，后续若是有争议，可能要管会更较恶。记者综合报道。国发会每2年拢会根据上新的户口人数、出世甲死亡资料，做未来50年的人口预测。又发现讲人口负成长提早到今年发生。国发会18发出上新的人口推估报告，2020年底进前，台湾总人口估计有2357万人。不过根据无同生育水准假设，2079年的人口总数上悬达大概是1716万人，上低是1449万人，敢若剩2020年的61%到73%。2018年报告原来有估，2022年才会开始的人口负成长，提前到今年的发生。今年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所以今年的社会增加是到目前为止还是负的，所以出生小于死亡，那所以造成我们总人口数减少的一个现象。除了人口提早进入负成长，台湾也将在2025年正做超高龄社会。2027年是因为虎年影响，18岁人口头一摆在20万人以下，到2028年青壮年人口占的比率就会在2%以下。而且2049年每2个青壮年就需要抚养一个老人。实际上，问过老人，民众普遍认为人口负成长是因为大家拢不爱死。从怀孕开始就是什么都要钱。如果你没有待在公家机关，你那些劳动福利都是一些空谈而已。高房价、低收入，造成他们可能不太愿意生小孩，或是说就生一个这样。不愿意生孩子的也很多，然后没有工作的也很多啊，没有经济的能力也很多啊。生育率低造成0岁到14岁，因为人口下降，时机歹，经济无好，薪水低，还有养育成本悬，拢是民众无想要生的原因之一。政府恐惊爱对做面向来完善生育环境，并且对即要面临的超高龄社会做出应用，才有法度稳定民心甲社会发展。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日前发生汉药内面有重金属食甲中毒的事件，民众也怀疑讲因所食的汉药敢会有毒呢？就相认证实验室的嘉南药理大学也有对外提供检验服务，这个服务一推出出来，一礼拜内就收到15件。 研究员穿实验衫，无用伫检验所内的中药粉，碰当了后，放入去消化管，先用高硝酸甲微波反应系统破坏结果了后，再倒入去电流管内底，送入去仪器室内底分析。5大重点元素是一个一个呈现出来。5种重金属元素就是汞、砷、铅、铬、铜这5种元素。然后呢，他们也有所谓的一个叫限量标准。那针对呢不同的元素的毒性呢，它所限制的标准不同。 有相认证实验室的嘉南药理大学对外提供代替检验的服务，才推出无到一礼拜，就接到15件的委托。因为国内发生中医诊所自费中药重金属超过标准，地区民众接落了后，脑部受损40%，互各界拢带一着，嘛互民众开始烦恼讲，家己咧食的中药材敢是有符合标准。也接到民众不少的一个电话的询问。 那对于进来的这些呢，有些是他们没有服用完的一个科学中药包，那也有瓶装的，就是他们可能自费的一些中药粉。计价到了需要3个工作日，上班要等一礼拜就会当有结果。食品药物甲化妆品实验室的主任补充讲，科学中药拢有卫福部许可的字号，而且有完整的成分标示，民众是较唔免烦恼。但都是自费较贵的中药，还有水药，这是常常出问题的部分。 在移调的过程当中，也查获盛唐吕医师及久富洪医师非法使用禁药，皆未详实记载在病历上。卫生局持续来配合司法调查，追查实际的受害者。 台中省长甲救护中医发生集体烟中毒的事件了后，台中市卫生局嘛继续配合地检署的侦查。到10月为止，基本已检查人数总共298人，血内底烟的含量超过标准的人数维持伫咧28人。啊，毋过目前敢若睡眠业者有违法来添加自杀，到底是啥物款的中药材才会造成患者有烟中毒？卫生局也是无对外来说明。记者综合报道。 有争议的台北市西亚地区开发计划，下晡伫市政府进行第2阶段的宽评审查。会议开始进前，支持甲反对的在地居民，拢申请要伫市政府头前举行记者会，想要到双方煞弯起来，甚至有人认为讲里长的立场无够公正，要对里长提出罢免。 下晡1点，在台北市政府大门头前，已经有反对社岛开发的民众申请要来举行记者会。不过赞成的这方面，早一步放好旗啊，伫遐占位，强调家己嘛提出申请。双方人马互相叫骂，到尾啊更加是杀来杀去。警方赶紧派出真侪警力，甲双方人隔开。需要反对这方面，则往市府边仔来举行记者会，民众佫再讲反对区段征收，烦恼厝防拆掉，6世人恐惊更加6世。把那个社教全部铲平，哪有改善我们生活？是把那些弱势赶出去。也毋过支持开发的里长却是相信，这摆才是6世民众变新的一个机会。 今仔日也无借着这个机会来开发社主岛，只有厝无地的时阵，永远无翻新的机会。支持甲反对各有立场，毋过有法案里面却是指控里长讲白贼，已经向台北市产委会提交罢免案。毋过里长谢文嘉反驳里面所讲的是无实在。 伊拢甲阮骗讲台北市政府是要来甲阮抢地，结果台北市政府即嘛是有要赔阮厝、赔阮地。我保留法律追诉权，自开始到今，我就替里面争取这艰苦人的拆迁甲安置。社岛开发案19下晡在台北市府进行第2阶段的宽评审查，本案总面积302.1公顷，开发影响11265人，已经有4111位民众联署反对。 甚至有人希望卖伫区段征收的范围内底，不过这个成功的比例无悬。总共有54件，试错的部分是符所谓剔除条件的部分。会议对下晡2点开始，用1点钟处理停事问题了后，结果由民众甲民间团体轮流表达意见。有其案件争议大，牵涉民众案底，需要用更加多时间来审查。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7月初10，伫咧金门发现头一个牛结扎疹，农委会表示已经有20多天无出现新病例啊，这也代表讲已经有控制落来。不过金门的青牛肉目前有关被当入到台湾本岛入来。
顶个月22号收到敖明关键的牛结节症疫苗，隔天马上空运到金门来做。其实要替牛仔做疫苗挑战非常大，尤其真侪是市里野外，兽医师必须提出各种工具来进行催钱。真侪人拢是受农委会定调，为本岛背来金门斗相共。长枪短剑的，我用那种来形容。刚刚大家有看到，那长的注射器，短的那个短的是肉搏战。金门离7月10号正式出现台湾第一例牛结节症确诊病例，到8月18号已经捕杀215只牛，另外嘛已经有6342只牛完成注疫苗。农委会指出，为7月28号以后就无再出现发病的牛，20几天无新的病例，代表疫情应该是控制来，但今嘛阁需要观察，边境防疫的工作也袂当放松。虽然疫情是控制下来，可是那一个病毒可能还存在环境里面。那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那个蚊虫、蜱虫蚊蝇的这个可能还有携带病源的这个可能性。农委会认为，这届1个月来控制疫情，是因为中央甲地方密切的合作。有关金门新鲜的牛肉，什么时阵会当恢复送去本岛，有关需要更加斟酌的评估才有答案。记者林俊丹、信良台北报道。那阵去到海边啊，唱水望海龟是违法的哦。不过，有一个11岁囡仔去望海龟，竟然免受处罚。主要原因是14岁以下无受到野生动物保护法第18条的管理。海巡人员敢若会当看到利益。一个查甫囡仔去唱水味，看到海龟未分尸变受过，伊毋是点点啊欣赏，颠倒是用手去拍伊的脚趾片，甲海龟搅扰的举动，去互其他沾水的业者看到，翕落来。向海巡人员举报，应该有个未满12岁之儿童，本队即依法告诫家长，并致电学校，请学校加强学童教育。这个搅扰海龟的事件发生在18下晡3点外，伫屏东小琉球的美人洞，因为14岁以下无下用野生动物保育法第18条。若这个查甫囡仔敢若11岁，因为安尼敢若会当看到甲通知监护人，并未有任何的处分。虽然14岁以下的囡仔无要裁罚，不过大人就要注意。根据海巡署的统计，今年就有9位游客因为搅扰海龟，妨以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函索，也阁要缴6万块以上30万块以下的罚金。比如说，我们人你如果太靠近它，突然发现你的时候，就是会有所谓的惊扰的一个动作，可能会打扰到它原本，比如说它在吃饭啊，或者是在休息，甚至是比如说如果是繁殖季节有海龟要上来生蛋，都会因为受到惊吓而被打乱。搅扰海龟的事件真正要发生，海巡署表示，除了小琉球游客逐年增加以外，这几年来民众海洋保育的观念提升，嘛是原因之一。民众便若发现有人搅扰海龟的情形，就会随甲海巡人员举报。希望民众唔通因为好耍，就去干扰海洋的生态。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旧历的7月初1，伫新竹的都城红庙，也伫主时甲后门拍开，代表无形的众生会当出来勇敢接受信道的奉祀。旧历7月初1鬼门开，伫暗时11点子时的时阵，鼓槌声响，由城隍爷坐大龟，八爷甲承德岛的城隍庙后门拍开。多数各队旗队拢伫咧庙埕迎接。规年通天拢关起来后门，又个叫做鬼门，只有伫咧每年旧历7月初1到7月30才会拍开，方便阴魂出入。真侪民众拢可以伫咧庙埕头前摕手机啊翕，记录这一年一变的难得的时刻。七爷甲八爷两位将军伫咧鬼门拍开了，守伫咧城隍庙头前做法，以防止有一寡好兄弟因为伤过欢喜，无遵守秩序。旧历7月民众用虔诚的心意迎接鬼门开，也希望7月是平安日。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囝生少的问题，也影响到本地已经是人口流失的偏乡地区。亲像嘉义梅山的太和国小，已经是连续2冬无1年的学生入学啊。今仔日也带观众朋友来去看偏乡的困境。任何都要
服哦。如果你是等待，有树蔭，阁有微微啊风，伫遮学泡茶，学生大家拢是皇帝的师傅。这是嘉义梅山太和国小的第一个特色课程。他们的在地文化啦，然后必须得上，因为他们就是了解父母亲，就是工作辛苦，制茶流程。太和国小为800风灾当中开好，老师在伊重点来打造精彩的课程。太和国小的老师真用心，3档以来申请40多项的计划，争取到700多万的经费，来增设软硬体设施。不过，说面对连续2档拢无新的学生入学的困境，校长表示，偏乡并无欠资源，欠的是囡仔。阮遮真正是去都市一礼拜就爱两点钟，基础设施拢阁无够，所以讲阮阁安怎发展特色，安怎积极办学。生活条件不方便啊，距离远，你讲要吸引外地的囡仔来读，真正足大的困难。全台亲像太和国小同款，强烈做是一度偏远的小学，总共有109间。伫咧囝生少和偏乡的人口流失的趋势之下，这学校大部分拢面对着无学生的问题。教育部对此吧做出回应。我们就有6个县市。12所的这个国小在偏远地区，他们是没有新生人数。偏远地区如果说单靠教育办得很好，就希望把这个地区兴盛起来，可能也没有办法单靠教育这一股的力量。那所以近期大家都在谈到这个地方创生了。地方创新需要资源的整合，嘉义梅山偏乡的4间学校联合成立第三水教育资源中心，这是第一个设伫咧偏乡的教育资源中心。要安怎运用资源来发展学校的特色，是因目前上重要的课题。希望囡仔对啊，阮当然就希望的啦，要克服的条件是足庞杂的嘿，但是阮无放弃这间学校，讲就安尼好走入历史。伫咧偏乡服务已经第13档的邱老师，就以长期的观察，提出无同款的思考。其实偏乡的囡仔会愈来愈少，毋是教育的问题，是规个产业可能已经到这个坎站，伊需要转型啊。安尼咱对后一代开始，透过教育，互因未来做社区才转型的重要的人。安尼社区一旦转型成功，因就有留落来理由，有留落来本钱。偏乡学校的问题，毋那是伫咧教育，是整体地方发展的大问题。老师引入各种公家私人的资源，都是希望会当改变偏乡产业衰退、人气落空的命运，互偏乡不再是偏乡。记者尤一真、林慧婷、林坤明家己报道。伫咧宜兰头城，着民众自发性举办台语小主辈活动，对实际采访到新闻报上，拢互囡仔家己来规划。精彩内容，咱也做回来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卓子成。今麦我伫头城含笑食堂。今麦为恁介绍的是咱的摄影棚。你无看唔到，这就是这阵小主播专用的点影屏。除了报新闻，就连外景主持嘛考验袂到。13项是市调时代渔港附近的13间厝联做伙，所以有这个名。林水文对半年前开始办小主播活动，嘛将影片放伫 FB 的专业顶面，除了互小朋友会当熟悉故乡，嘛希望报送上在地的头城新闻。伊感觉讲咱头城无家己在地这个新闻通看，所以希望讲咱家己来试看卖，咱做咱家己的在地头城的新闻来试看。一开始就是讲我若是用我家己来报安尼可能无啥物人要看，所以我就是讲咱来找囡仔来报。而且阮家要求讲一定要用台语来讲，因为我们希望讲会使来推广咱的台语的这个文化。虽然小朋友讲台语定定夹着喙齿，但是负责监督发音的导性员工，最主要也是希望大家听有，而且看到的是真活泼的影片。我早是报地区的编剧，所以呢，我有学过咱讲的文创音，甲咱讲的白读音。因为咱有当时咱遮的囡仔伊咧报这个新闻来讲的时阵吼。伊包括伊讲的发音的这个方式，就是有当时拢去夹着喙齿，尽量咱报出来的这个物件，
咱希望伊是活泼的，足古锥的，互大家看甲真欢喜安尼。虽然台语小主播即马才拄开始，但是报上以来，真侪家长甲乡亲拢真肯定，因嘛望未来会当愈行愈稳。除了将台语的风气带动起来，嘛要将头城上有人情味的故事推展出去。记者杨淑晴、张学水、宜兰采访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26度到36度，中部地区对25度到34度，南部地区对25度到34度。东部地区对26度到3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7度到35度。新闻的最后，也带观众朋友来到罗西亚看因的街头艺术节。也感谢您收看今日盐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秘书。虽然上班的时阵我拢穿黑的、甲白较济，不过我较介意迄花巴里鸟的啦。今仔日咱的主题就是色字，色字汉字写作色字，罗马字写作思义色倒伊字，色第4条，字第7条。台语咧讲色字有2款构词方式，一款是伊本身是色字的名，像红的、黄的、青、空的、土的，这款构词方式袂伫色字的名后壁加色迄字，像红的袂讲红色。一款是摕物件的色字来做色字的名，亲像柑仔色。桥仔色、咖啡色、土色、鸟鼠色，拢会伫后壁加一个色，互人知影是咧讲色字。台语的语词内底有袂少拢甲色字有关系，像手骨弄甲乌青、好食的红菇粿，咧讲人生做坏恶、恐怖的青面獠牙等等。若是动物是物的名，有色字的搁较侪。动物像白灵狮、乌面腊杯、青猪仔。食物有黄豆、红芪、白木耳等等。俗语讲红水乌大斑，是咧形容人对色字的感受，感觉红的较水，乌的较大斑。较高贵，这句俗语有当时嘛会当用伫学老人的清采，好看有气质。搁有一句俗语讲：白白布染甲乌，本来是白布，硬互人染做乌的。这就亲像即阵伫网络足侪假的消息，互人一直传到尾啊，哪像真的共款，是一款雕工甲人伤害。害人防冤枉的行为，溜色字红的、柑仔色、黄的、青的、
孔的桥仔色，红水乌大斑，白白布染甲乌。落尾我要讲一个味菜，互大家要看卖。红关公白老味，乌张飞走起味，互你要一款果子是啥物？就是有红的壳、白肉、乌的籽的奶汁啦。好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